土城正统罗里门圣母庙选定良辰吉日，举办甲新年春牛并天开工祭仪，由主任委员王晶莹、协同文化局副局长陈小成担任主祭，众人连纸连灯，象征开工大吉。今年是头一届，要从这个春牛啊，古春牛，从老祖先这个地位，要那个推广出去，是今年开始这个举办啦。感谢吴道长，因为圣母庙请伊来制作这个春牛啊，已经有23尊，今年是第24尊。因为上个主要因为春牛神这个看忙神啊，色地清差，大地拢无共。你看咱较早老祖先留来地位安尼，所以欢迎大家来万年古春牛安尼。为传承这项迎春牛的文化，今年首次伫圣母庙制作春牛。传统工艺古纸保存者吴文正，过去连续为圣母庙制作23尊春牛公。明年活动，更要号召万人做伙来制作春牛，希望以更有意义的方式传承迎春牛甲古纸文化。我觉今年有一个最特别的做法就是咱王主委咱吴道长啦一起协助之下，我们用一个参与式的方式这个很重要因为你民俗我都保存下来，得大家参与大家每一个人都是传承者。那迎春牛的文化才可能继续的延续下去所以我刚刚这个圣母庙是非常有远见的，用这样子的工作方法来让民俗用一个新的时代，按那讲的社会参与公民协作的方式啦，那大概就讲是安尼啦用公民协作的方式来让这个迎春牛可以继续的延续下去，然后在当代产生新的影响力。年的天干就是牛的头，所以天干为甲神甲。甲是东方甲伊木，甲有阴木，所以就是青色的，所以头就青色的。年的地基，明年甲新年地基就神，神就是神出抽皮土，中央无忌神出抽皮土，所以身躯就黄的。所以咱若注意看，神出抽皮，若身躯若黄的，就是土声响要挂。这个有一个符号这次所要制作的春牛，原4尺，身长8尺，牛尾长尺2。吴文正表示，预定伫10月17之前完成春牛骨架，18号开始，将号召民众做伙参与万人古春牛的活动。人人进福田，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